早晨啊，又係我三哥黎 Sir 啊。今日咧，我拍呢條片咧，係特別為咗我教手機班嘅同學嘅。咁早前咧，我喺堂上邊咧就教咗佢哋用呢個 Google 嘅日曆嘅 app 咧，就我嚟記低佢哋日常嘅活動啦。有啲活動可能係朋友生日啦，亦有啲活動可能咧係約咗朋友一次去飲茶。亦有啲活動咧，可能就係話，譬如佢哋要上手機班，咁一個手機班可能係8至10堂噶嘛，咁咧就我教咗佢哋點樣利用呢個 Google 日曆咧，就記低呢一個手機班嘅活動嘅詳情嘅。咁但係啲同學學咗之後咧，佢就話怕，譬如年紀大唔記得咗唔記得咗點樣做，咁所以我特別拍呢條片咧就教佢哋啦嚇。咁譬如如果大家用一個 Android 手機，譬如我而家攞呢個三星嘅Android 手機啦。咁大家咧，首先咧去你嘅手機嘅桌面入邊睇下揾唔揾到呢個叫 Google 日曆啦。而家喺熒光幕左下角嗰度打電話嗰個標誌上邊嗰個有個31字藍色底嘅寫住日曆嘅咧，就係 Google 日曆啦。咁但係咧，可能好多長者嘅手機咧就未必一定有呢一個 Google 日曆嘅 app 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哋就可以走去呢個 Google 嘅 Play 商店。Google 個 Play 商店咧，就喺搜尋嗰度咧輸入咧 Google Calendar 咧，咁正常咧就一定會揾到呢一個 app 噶啦。大家而家熒光幕上邊見到，我已經揾到呢個 app 啦，就寫住 Google 日曆嘅。咁千祈唔好下載錯喎。如果你就咁打 Calendar 嘅話，可能好多 Android Play 商店入邊咧好多日曆嘅 app 嘅。咁大家記住要肯定你哋揀到嗰個或者搜尋到嗰個寫住叫做 Google 日曆，而佢個圖示咧就係一個藍色底，然後有個白色寫住31號嘅，咁就得噶啦。咁現在大家見到其實我已經下載咗噶啦，咁你可以點落去開啟噶啦。不過如果你未下載嘅話咧，你咪點落去右邊嗰個掣寫住下載嘅咯。咁一般嚟講好快嘅啫啊！如果你喺家居用啲快嘅 WiFi 或者流動數據嘅話咧，通常都係1分鐘之內就會裝完嘅。咁裝完之後，大家好簡單啦，就點開啟啦。一點咗開啟，大家見到我呢一度好多活動，咁唔緊要啦。呢個係我之前設定嘅。咁正常嚟講，如果你係裝啱咗個 Google 日曆，同埋你係用咗個 Android 手機已經註冊咗你嘅 Google 個戶口嘅話咧，你喺右上角，首先右上角你會見到一個圖示，一個頭像咧，就應該你係你手機嗰個 Google 嗰個戶口嗰個圖像嚟嘅。咁如果係嘅話，咁就冇問題咯。咁而呢一個 Google 日曆嘅顯示嚟講咧，其實佢有得顯示係月份，或者可以係一個禮拜，或者係直情係顯示你嘅活動嘅。咁所以咧，而家我係選咗係一個，大家點落去左上角嗰三畫嗰度咧，你會見到我而家嘅設定咧係顯示每一個月嘅。咁譬如話，如果大家唔想睇成每一個月咁多嘅話，你可以點落去星期嗰度咧，咁佢就會出咗星期嘅一個星期，由你今個禮拜開始包括嘅一個星期。好啦，而家我講下，譬如話你點樣利用一個 Google 嘅日曆咧，去設定一個週年嘅活動咧，譬如係親朋戚友嘅生日。咁我而家示範一次。咁首先大家見到喺熒光幕下邊，你見到有一個加號嘅。咁譬如我當你有一個朋友或者親戚咧，其實係7月11號生日，7月11號生日嚇，咁我哋就撳個加號，咁之後咧，大家會見到咧，佢即刻彈出嚟咧，就右下角咧有3個圖示，一個就寫住生日、工作同埋活動。咁我哋而家譬如話，我哋係設定一個朋友嘅週年嘅生日嘅，咁我哋就點落去生日。一點咗落去生日咧，大家咧你見到咧喺新增姓名下邊咧，咁你可以點落去，咁跟住就係話，咁你就可以輸入你個朋友個名啦。譬如話我朋友，譬如我，咁當然我唔會真係打一個朋友個名啦。咁我譬如我朋友 A 嘅生日，咁跟住咧大家打完之後咧，唔使咁快撳右上角個儲存住喎。咁你喺朋友 A 下邊，大家見到有個活動嘅掣，活動嘅掣下邊係咪有個日曆啊？寫住7月10號啊，因為我拍呢段片嘅時候係7月10號。咁譬如話我點落去嘅時候，佢就會彈出一個
日曆嘅選擇嘅。譬如話今日係7月10號，譬如我個朋友係7月11號生日，咁我就點落去7月11號。咁當然如果你個朋友唔係7月11號，你係8月11號，咁你咪喺褪咗手邊嗰個月份咯嚇，或者係9月11號，你咪褪咗手邊嗰個咯。咁而家我哋唔搞啦，我哋轉翻去就7月11號。咁右下角大家會見到有個叫確定啦，一撳咗確定，咁就基本上你就已經設定咗你個朋友 A 每年7月11號咧生日。咁譬如左邊7月11號下邊，大家見到左邊咧有一個鐘仔，就寫住1星期前的9點鐘上午。咩意思咧？其實呢個咧其實就係話一個禮拜前，譬如話7月11號嘅一個禮拜前，就係7月4號咧，佢上午9點咧，佢會提你下個星期同一日咧，其實你個朋友 A 嘅生日啦。另外一個咧，大家見到有個叫當日的9點鐘上午，佢亦都會喺當日9點鐘上午咧會提你，今日係朋友 A 嘅生日嘅。咁如果你話我唔想呢兩個提示嘅，咁大家見到呢兩個提示右手邊咧有個交叉喺度嘅。譬如我唔想一個禮拜前佢提醒我，咁我咪刪咗一個禮拜前提醒我咯。咁我淨係保留翻當日的9點鐘上午。咁但係有啲朋友仔話我想一轉，譬如話由7月10號轉7月11號，佢就通知我，咁我就喺下邊咧寫一個叫新增通知啦，就係話自定啦，就係日前嘅下午啦，下午嘅譬如話11點，跟住就55分啦，提醒啦，咁樣啦，咁可以等你咧0時0分咧，可以咧係第一個最早咁樣 send 一個生日快樂嘅信息俾你個朋友咯。咁如果 set 好晒之後冇錯啦，咁啲通知亦都啱嘅話，右上角有個儲存嘅掣，你一撳，咁右上角就會有個儲存嘅掣。咁所以咧，大家見到而家譬如話右上角呢一度7月11號星期六 ，OK 啦喎，呢個其實叫週年嘅活動啦，週年嘅活動。咁但係譬如話，如果有個朋友朋友 B 約咗我下星期7月13號中午去飲茶嘅話，咁我點樣 set 咧？咁我又係撳個加號啦。咁跟住咧，今次就係活動啦。咁咧就寫翻朋友 B 飲茶。咁好啦，入咗啦。咁咧日期咧就係7月13號。7月13號。咁你一撳個日期咧，開始日期咧，佢就會彈出個日曆出嚟啦。咁佢一定會彈出今日係7月10號啦。譬如話7月13號，確定咯喎。咁但係時間咧飲茶咧，譬如話我哋係中午嘅12點半至到咩咧？下晝嘅2點半咁一般嚟講，我哋飲茶都1-2個鐘噶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譬如話你見到7月13號下午12點30分，跟住完成嘅時間咧，大約咧就係7月13號嘅下午2點30分啦，係嘛？咁我唔打地點啦，我當你喺個朋友 B 飲茶嗰個介紹嗰度咧，你可以打埋個地點喺邊間茶樓邊個區咁樣啦。咁一次性嘅，咁呢度大家見到佢默認個提醒咧就10分鐘，咁但係唔得噶嘛。譬如如果你同個朋友 B 飲茶嘅時候咧，你要搭大約半個鐘頭車，去到嗰間酒樓嘅話咧，咁你10分鐘前提醒你就唔得啦。咁所以我哋就將呢個10分鐘嘅提醒咧，我哋就刪咗佢。咁我哋另外加一個新增通知，就係佢即刻彈出嚟咧，有5分鐘、10分鐘、15分鐘、30分鐘、1小時嘅。譬如話你搭車要30分鐘嘅，咁你就唔好預30分鐘先通知啦，就預鬆啲啦嚇。咁我哋就預1小時啦。咁見到呢度我 set 咗1小時。咁完成咗之後冇問題咧，咁大家咪撳儲存咯。一撳咗儲存 ，Google 嘅 Calendar 就會儲咗你呢個飲茶呢個活動噶啦。佢隨即咧就會將你下一週，即係話因為你7月13號咪下個禮拜咯，即刻彈咗出嚟，大家會見到咧喺星期1 13號咧，你會見到一個藍色嘅活動設朋友 B 飲茶啦。咁你咪完成咗嗰個飲茶嗰個活動嘅設定咯。好啦，到最後一個啦。我哋設一個循環嘅活動點樣做咧？
譬如話我哋去參加一個進修中心嘅一個手機 Android 手機班嘅課程，係逢星期一晏晝2點至到4點嘅，咁就做10堂嘅。咁開始呢堂開始咧就係7月13號開始，咁我哋就撳右下角加號咯喎，咁右下角加號咯喎，咁又係撳活動咯喎，撳咗活動之後咧，呢度就係寫住手機班，手機班。得唔得？寫咗手機班之後咧，咁咧我哋個開始日期咧就係7月13號啦。7月13號咁啱咯喎，點咗落去7月13號確定啦。咁跟住咧係晏晝2點鐘喎。咁我哋咧，如果呢個時間係 set 咗係24小時格式嘅啦，你會見到有2個圈嘅，一個係外圈同埋一個內圈嘅。咁但係我呢部手機就 set 咗有 AM 同埋 PM，即係代表上午同下午嘅。咁譬如話開始時間咧係2點鐘開始嘅呢個手機班，係啦，開始手機班。咁完成咧，下邊嗰個日期就係完成咯喎。咁你就撳完成時間先啦嚇。譬如話至到4點嘅，咁至到4點嘅，至到4點，停翻。好嘅，至到4點，咁你跟住就撳確定。咁呢度你會見到我開始時間係2點，完成時間係下晝4點，咁所以咪2個鐘頭嘅班咯，係嘛？咁但係未完過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循環活動啊嘛。循環活動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唔係話不重複，呢度亦都不重複。我哋就唔係啦，我就點落去不重複嗰度。咁正常係10堂，每星期一啊嘛。咁好多朋友咧就會話係咪我撳每星期唔啱嘅？因為你10堂咧，你就要知道，你又知道你其實第10堂幾時完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一般嚟講 set 一個循環活動咧，我哋就會撳自定嚇。你唔一定10堂嘅，有時如果你知道話佢係幾時幾日完嘅話，咁我哋咧就唔好話永不完喎。咁我哋記住要剔逢星期一。嗱，呢度啱咗先啦。首先你肯定係逢星期一先啦，逢星期一，然之後咧重複係每週。咁但係如果你係每天嘅，就揀翻每天啦，或者係每一個月嘅，咁你就揀翻每一個月㗎啦。咁一般嚟講，我哋上堂嘅，我哋通常係每週啦，咁就揀翻每週。咁跟住就點落去結束咧，就點落去。咁你如果譬如話，我哋由7月13號至到係9月20號嘅，咁我哋就點落去2026年呢個默認嘅8月13號呢一個唔啱啊嘛，咁我哋就點落去，佢就會彈出個日曆。咁啊，至到9月20號，咁大家咪喺呢個日曆嗰度撳個箭序咧，就係見到係9月之後咧，9月21號嚇，實際上應該9月21號係星期一嚟嘅。咁譬如話，我就話喺9月21號完啦呢個班，即係話由7月13號至到9月21號就完啦，咁就完成啦。得完成咗之後咧，譬如話你要搭車去呢一個中心上呢個手機班一樣啦。唔能夠10分鐘，可能係要30分鐘嘅，咁你就將呢一個鐘仔呢個提示呢個10分鐘啦，先刪咗佢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再新增一個通知，譬如話你真係，譬如話搭車20分鐘，行路咧就可能要5分鐘，咁我哋咪要預大約30分鐘到咯。咁我哋預30分鐘提示啦。咁如果完成咗之後，大家褪上去睇清楚啦，手機班。咁咧就由7月13號星期一晏晝2點鐘至到4點鐘，咁係重複幾時咧？每個星期一直至到9月21號，直至到9月21號，咁就半個鐘頭之前提醒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個手機班係2點鐘，晏晝2點鐘開始嘅，半個鐘頭提醒，即係話1點半到咧，你個手機自然會就有個通知，譬如話有聲叮一聲或者係震機。你㗎啦，咁你就會見到佢話要上手機班啦咁樣。如果呢啲嘢 set 得啱冇錯咧，咁大家就撳呢一個儲存啦。一撳咗儲存之後，大家就即刻見到啦，係嘛？7月13號你見到有個手機班藍色，因為我呢度我自己重疊咗我自己嘅活動啦，咁所以但係你其實咧已經設定咗㗎啦。咁如果你唔信嘅話，你可以再褪落去咧。7月20號你亦都有個手機班，7月27號亦都有個手機班。咁樣咯，咁但係如果你上堂嘅過程入邊有一日咧係公眾假期嘅，譬如話我當7月27號係手機班嗰日星期一咧係香港嘅公眾假期嘅，
咁咧你哋可以點做咧？你就要去翻7月21號嗰個日曆嗰度，咁你就再點落去咧。咁你見到支筆隔離咧有3點嘅，咁你就點落去3點嗰度咧，就撳刪除。一撳咗刪除之後咧，其實 Google Calendar 就會話俾你聽，誒呢一個咧係一個循環活動喎。你而家喺度編改緊其中一日喎，你係想刪除淨係呢一日咧，抑或係呢一日同埋後續嘅活動？或者咧你唔理啦，總之我 set 錯咗，我要刪除晒所有，咁你咪點所有咯。但係如果你淨係想刪除嗰日，因為嗰日咧原來係公眾假期唔使上堂嘅，咁你記住要揀此活動啦，咁就撳刪除，咁就會刪除咗㗎啦，淨係7月27號刪除咗。咁平時咧，我會建議大家咧喺 Google 日曆嗰度咧撳左上角嗰3劃之後咧，就揀翻月啦。咁你揀個月嘅時候咧，你咪好清楚知得到成個月你係設定咗有啲咩嘅活動咯。咁當朋友約你，或者你要上一啲咩班，或者你要去旅行嘅話咧，咁你一打開個 Google Calendar，你咪好清楚知道我嗰個月有邊一日係冇活動，係咪啊？同埋又連續幾多日冇活動，咁你去報旅行團啊，或者你約朋友嘅時候咧，你咪知道嗰日係有冇撞到咯，或者係咪空閒咯，咪可以咁樣做咯。咁我今日介紹呢個 Google 日曆，即係 Google Calendar 呢一個教學咧，就到呢度為止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